欢迎收听文言良语。一句文言良语，互咱学习人生真理。咱原是伊的工作，伫基督耶稣内面做成的，为要互咱行善，就是神所备办，叫咱行的。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2章第10节。因今日竞选咱，互咱成做属伊的人，成做伊的儿女，这是真大恩典。但是咱毋好只因为有这种恩典的身份，就自满自足。咱来借着主互咱的恩赐去行善事，就是神所备办叫咱去行的善事。所以咱要去明白神的旨意，到底爱咱做啥物代志？神的旨意是啥物呢？咱是不是行伫神的旨意当中呢？这是真侪基督徒心中的疑问。因为神是肉眼看袂到的灵，人无法度定定甲伊来对话，总是伊借着圣经，互咱人认捌伊。甲主上亲近，得着主启示上济使徒保罗讲，伊愿意万人得救，明白真道。可见神的旨意就是要拯救世间上的罪人，互人拢会当明白圣经得救的真道，而且相信耶稣基督。切实悔改，来接受合乎圣经的真理，互罪得到赦免，而且进入天国，享受永生愿望。这是基督徒行善事的重点。然而呢，要互万人得救呢，需要先互人明白真道。要互人明白真道，需要传扬天国福音。要互人听到福音呢，就需要吸引人来领受福音。圣经内面互咱看出讲。耶稣行遍加利利，伫各会堂内面教训人，传天国福音，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。伊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，遐人甲一切治病，就是治着各样的疾病，各样痛痛，甲互鬼附着的、羊血的、变碎的，拢带来耶稣面头前。耶稣就治好因。当迄个时阵呢，有真侪人对加利利。底波加利、耶路撒冷、犹大、约旦河外来跟对着伊。耶稣尊敬良善的天父，爱伊行的善事，开启了世界的医疗宣导史。伊医治各样的疾病，来吸引身心治着病的人来到伊面头前，借着医病赶鬼的神迹技术，互人认捌伊就是人类救主，全能的真神。做人身心的造物主，借着享受身心的平安自由，互被医治的人感念着伊的爱，甲伊的恩惠，来知影来宣扬耶稣基督伊的福音，也敢亲像结了心犯鬼的病人，伊逐工住伫坟墓内面，每日拢伫咧喊叫，伊无穿衫，并且用石头扑伊家己的身躯。伊心中见笑，真歹忍受，互污鬼吓制，苦不堪言。伊也无法度控制着伊家己。但是耶稣来了，所谓军鬼呢，互耶稣赶出，伊就得到平安了。伊就过了一个正常人的生活，而且伊也要求要甲主做伙同在，世界去传福音。耶稣却叫伊倒转去，到伊的亲戚朋友遐来做见证。传扬耶稣基督为伊所做的代志是偌尼大，引人入捌耶稣来信主得救。可见呢，医疗宣道是引人归主呢上好的一个管道，也当互这个受惠者即时感受到蒙医治的安慰，并且会当感念施恩惠者的恩典，过了一个感恩报恩，随从医疗者的应该认捌耶稣基督。咱每一个基督徒也应当爱投入传福音的行列，平常时坐坐读圣经，坐坐听道理，坐坐祈祷，来关怀圣工，参加着这个新学训练，愿使着聪明智慧能力恩惠的主呢，也赏赐大家有医选侍奉的机会，
配合教会宣导计划，实际来加入医疗宣导工作，完成医疗救人的圣工。因为身心饱受病痛折磨的病人，上容易接受平安的福音。医护人员甲福音人员是病人心目中的寄托，我靠精神重要媒介，把机会见证救恩是基督徒责任。遵行神旨意，才当进天国。神的旨意就是爱咱用主观智慧，尽宣导救人的天职。咱原是伊的工作，伫基督耶稣内面做成的，为要互咱行善，就是神所备办，叫咱行的。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2章第10节。以上有言良语由责任法人真耶稣教会制作提供，感谢你收听。